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介绍的是下营四宝。这个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吼，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3、2、1， 2020河乡夏营台湾下营赞。2020下营农情产业文化节10月9号要伫下营上帝庙的停车场举行，9月29号公所特别来举行着记者会，邀请在地地方人士、民意代表，也有黄伟哲市长来参加。因为今年拄好是拄着国庆的年假，所以公所早就请来黄伟哲市长拍片，要借着黄伟哲的人气，互下营的锅巴、乌豆、汤仔丝、文旦大出名。那下营吼是鹅的故乡啊，所以吼，咱得请市长吼。来遮吼做型男主厨哦，来插这个情长意浓吼啊，做制作这个咱的种迄个双十节国庆便当。夏营作为台南的这个产业重镇，尤其有许多的宝贝，包括蚕丝包括鹅肉，包括这个柚子，包括月光米，包括等等的。其实台南产业文化季太多元了，太多种了，每一样都非常好。我们欢迎，而且夏营的黑豆。还有黑豆印油也都是最佳的这个产业代言，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吃好吃的夏营特产，或者国庆这个假日白天来这个地区来这个农村走一走，晚上再去市区看烟火，都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事情。下营公所推出来的国庆锅巴便当是采用着下营的锅巴、台南月光米，含着在地新鲜食材，含量只有500份哦。那我们推出的是国庆鹅肉便当，鹅肉便当里面呢有我们的双主角，一个是熏茶鹅，一个是盐水鹅。那搭上我们的夏营推出的月光米，然后淋上我们夏营所产的老姜鹅油，就变成香喷喷的鹅油饭。再搭上我们的鹅肉里面很珍贵的内脏，鹅心、鹅肝、鹅胗，好，然后再搭上我们在地的食材蜜黑豆，还有一道情长意浓的炒芹菜，然后呢，最主要是这个还搭上我们的产品，在地盛产的桑葚所做的桑葚油醋，搭配上这个沙拉呢，是我们在这个便当的口味嘞，非常的可口凉爽清爽不油腻。赞，鹅肉便当赞，下营鹅肉便当赞。另外，活动的当天也有锅巴糖粉200份。平常的活动，民众只要捐赠3张的统一发票，就会当来换一碗，一个人限量2碗，换完为止。庆祝2020国庆，我们要有特别的方式为台湾庆生哦！小朋友，我们一起来！2020台湾下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耶！咱知影吼，台南县市还未合并之前吼，咱台南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吼。那么，伫咱每一区拢有伊的一寡农产品的这个特色，还是讲吼伊的重要的产品啦吼。那么，咱讲到这个下营吼，讲到下营，咱的乡亲朋友吼，你会想到啥物货？想到应该是下营的锅巴吼。那么，过来就是下营的这个汤仔丝吼，啊，过来你想到啥？下营的乌豆。啊，过来咧，下营啊，搁有一个吼第四宝吼文旦啦吼文旦哦。那么今仔节目当中呢，咱邀请的两位贵宾哦，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吼，咱锅巴乌豆啦吼，啊，搁有蚕丝啦、文旦吼，这个这个下营的这已经嘛讲做新四宝啦吼。本来前面3宝就是鹅肉。黑豆啊，还有蚕丝，即马佮加一个文旦嘛，是算讲吼，是下营的这个他们的代表农产品啦哦。那么咱今日邀请到的是咱下营区区长吼，咱李宗翰区长，区长你好。圆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啊，个另外一个咱总干事哈，黄冠霖总干事。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讲到哦，这下营啦吼，我对下营我小可较陌生啦吼，我比较少去这个地方吼，但是下营最有名就是咱的锅巴，迄锅巴，可能我咧想不只是咱台南的乡亲
知影讲会赢的鹅肉有名啊，我咧想应该全国的人拢知影讲吼，咱会赢的这个鹅肉做名啊，会赢除了讲吼，这个鹅肉以外，还多我讲啊，即马有新式吧吼。那么所谓新式吧，我还多嘛小可甲咱的乡亲朋友来透露啊吼，但是较算讲较深入，爱互咱的区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吼，区长介绍一下好吗？好，感谢圆圆哈，那拄啊圆圆有讲到哈，咱的鹅肉哈，这真正鹅肉真正就好食哈。然后刚刚除了鹅肉以外，因为这鹅肉一般的鹅肉大部分都是盐水鹅啦，但是我们的远洋的鹅肉哈是熏茶鹅，熏茶鹅，是那个有早期有一个广东的那个大师哈，来指导我们的那个农民哈，来用熏茶鹅的方式哈，它很香，它口味比较适合我们台南人喜欢吃比较甜一点的那个，所以这个熏茶鹅跟一般的盐水鹅的煮法起来的话，这个熏茶鹅比较合我们台南人的口味。那其他部分就请我们那个总干事来跟大家报告。是，那像我们的黑豆啊，就是因为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我们国产杂粮的自足率啊，因为我们国内杂粮相对的使用是蛮高，但是我们自产的这个产量严重的不足，所以为了活化一些农地，那也提高我们国产杂粮的自足率，所以我们在民国90年左右就跟政府申请了这个我们国产集团杂粮的产区，然后跟我们那个农民来去做这个黑豆，那另外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农会比较悠久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蚕丝被，那这个蚕丝被也已经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都是纯手工拉制的，那一直也受到真侪消费者欢迎安尼啦，对，另外就是讲。阮的这个桑葚汁吼，嘛是桑葚浓缩汁吼，嘛是讲一推出吼，就真受到一寡这消费者的欢迎啦吼，一直也嘛是讲阮农会畅销的一些产品。文旦吼，就是阮这几冬来吼，就是其实伫个40-50年前，阮下营遐就是有一寡少数的农友吼，就开始有咧种这个文旦啊，一直到因为天气的气候的变化，所以当地一寡迄农产品就是讲收成啊，拢无好，所以看到一寡阮在地这农友这个文旦的收成，个因这个成本哦，一寡加收入啊，拢袂歹，所以因一寡迄种菜的这个园地吼，拢都改做来种这个文旦。因为下营加麻豆只是讲小隔壁，差一个，这个咱咧讲这个麻豆，就是麻豆港流域啦吼，就是讲因为即摆这个流域过去拢早期吼拢有船会使经过，即摆已经拢沉积啊吼，这个沉积土吼就是偏弱碱性，非常适合咱这柑橘类来种植安尼。伊这个阮下营遮呢，这个沉积土吼是弱碱性以外呢，因为这个种起来这个文旦，伊这个果肉真 Q， 真巴结，尤其食了吼，咱个会回甘，所以一直受到一寡，即摆甲阮农会推广了后，一直受到消费大众的喜欢迎产品。恁的文旦吼，虽然讲恁是叫做下营的文旦，但是恁算吼咧共一个咧差不多拢邻近的这个区域啦吼，无离足远的，所以伊的土质啊吼，搁有伊的比如讲伊所受的气候，还是讲水质吼，其实都是接近的啦吼，所以伊生产出来的这个文旦吼，伊的品质是甲麻豆的这个文旦应该是吼，他们的口感都很类似啊吼。那么讲到吼这鹅肉啦吼，他都会讲啊，我一想就想鹅肉，因为说实在哦，我感觉鹅肉可能伊的迄个经济价值很高啦吼。像他多我咧用这部进前吼，我请教咱总干事讲，即摆一只鹅肉，一只鹅啦吼，买起来差不多偌济，伊讲1000多块，我说哇，真的
哦，它的经济价值很高啦吼，啊，但是伊要卖到这个遮悬的这个价小，嘛要说服人家啊，无人要起来买，对不对？吼，那么咱会赢伊的鹅肉吼，伊好。哦，就是说它能够这么有名，哈，就是讲伊的品质就是讲盖好嘛。那为什么它可以品质这么好？要甲各位观众朋友报告的就是讲哈，咱会赢较早叫海前银啦，哈，伊是太江内海的那个内陆，伊因为堆积以后，它低糖很多，低糖就这啊，那个鹅吧。鹅就是喜欢伫咧平常内底游水啦，吼，所以它的环境适合它，环境自然啊，而且没有工业的污染，所以得天独厚，然后所以农民很喜欢养鹅，所以自然而然这些鹅就快乐的成长。对，因为我们过去推广这个养鹅产业吼，受到真大的冲击，就是得到过这个禽流感病毒啦，吼之后我个。重新做一个鹅肉，农民在饲这个鹅，成立这个3小班，所以农民吼对这个生产啊，是技术吼，伊嘛拢真注重。所以讲尾仔呢，阮就这农民呢，因为为着要永续的经营啊，所以有发展出吼一贯的作业啦，就是讲生产、销个屠宰，吼拢一贯的作业安尼。所以讲。拄啊，咱区长就应该有介绍，就讲阮这鹅肉嘛有请到这个咱这个广东的这个师料理的师傅来甲阮指导。所以讲阮就伫咧全省吼有成立这个直销店。所以讲到目前为止啦，有一寡外地咱拢外县市的，咱拢会使看到会赢鹅肉，还是讲会赢在地一寡鹅肉店的看板招牌，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因为就是要让消费者产地直送，互消费者用着上介新鲜、上介真的鹅肉。这直销店是，就是迄个畜牧业迄个业者去设的，还是咱区公所去设的？无是这个因迄个鹅笼。对，对，是。咱的迄个鹅肉啦吼，一般拢是咱若想去人迄餐厅食吼，当然是。像那个切肉盘哈，还是讲汤啦哈，还是讲像你他说啊，咱伫家一半这是熏茶鹅哈，烟熏吼，一个互人较感受较深的，就是你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很香哈。就是讲咱除了安尼食吼，食迄个鹅肉本身以外，我知影鹅肉吼，伊嘛佫有其他鹅嘛，佫有其他的这个副产品出来。像我知道哈，那个鹅油哈，伊算讲是褐油。是。说到我们吼，尤其是咱电视机边啊，这的乡亲啦吼，有的人年纪比较大了吼，那么因咧饮食这个当中吼，都会少油吼，因为油当时食伤济，对咱的身体健康会有威胁嘛吼，有心血管的这个问题。但是鹅油反而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一种油，就是讲它除了我知影有讲鹅油这个副产品，还有其他的这个副产品，是不是嘛？甲咱介绍一下。就刚才演员有讲鹅油哈，其实基本上像冬天马上就冬天了哈，鹅油对皮肤很好，不管做成手工皂或者是做成那个保养护手霜什么的，都相当很好的一个产品呐。对老年人、对妇女来讲都是很好的一个保养品呐。那至于说鹅肉，还有一些鹅的蛋啊、鹅的翅膀啊、鹅的鹅肝什么，这部分再麻烦总干事帮我们。对，因为我们的这个鹅农吼，因为这个永续经营，他们是对这个研发，他们也是很注重，所以有一寡鹅食啊、鹅卵啊，所以嘛拢有做烟熏啊，还是卤的这一种。那一般伫咧因的销售点，也都是很畅销的一个产品。像我伫遮看到，遮个有迄个鹅肉丝、鹅肉松，吼。鹅肉丝、鹅肉松，这就是伊的副产品嘛，哈。那么咱一般民众较印象较深的就是鱼酥嘛，吼，肉酥嘛，鹅肉松、鹅肉丝，我们好像比较少听到哦。那这比如讲我们要买这种东西，我们要在哪里买啊？像这个鹅肉、鹅肉丝、鹅肉酥，这是阮农会出的产品。这阮农会产品哦，一般是伫咧阮的农会超市，还是阮农会有一个网络商城，这拢会使来购买。
啊，尤其一寡农会嘛是有超市吼，啊，伫咧遐有量嘛是拢会使来购买啊，买那么他都咱介绍这是鹅肉啦哈，啊，我知影讲会啊吼，其实鹅肉敢会比蚕丝更加久，应该蚕丝会更加久吧？会不会？他们伫咧农会产品是阮的蚕丝被是上较久啊，是卖上好比鹅肉这个产品哦，更加早推出来啊，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啦，吼，应该蚕丝就是饲蚕嘛，哈啊，然后做蚕丝这农业哈，这个产业应该是更加古早的时阵哈。那么讲到这个蚕丝啊，我们刚刚就有谈到嘛哈，咱一寡这个农民啊，吼，因即嘛咧做蚕丝被上，即嘛咱头前家这个蚕丝被哈，好像有点要断层了啦哈，就是讲基本上少年人哈，他们可能就是比较不愿意去从事这个行业啊哈啊，什么原因行不行嘛？请赶做个那个介绍好不好？分析一下。因为要饲蛋啊，这个事业呢，是需要有相当大的土地，种这个商业啦。啊，因为尤其咱即摆惯性的农法吼，就是拢会喷农药啦。啊，尤其你农药，全农药，若有风咧吹到飞到这个苔仔叶顶面，啊，因为苔仔一工拢爱食几粒豆。苔仔叶量相当的大，所以讲无迄个时间，人去去甲即个农业工艺啊退化去啊，所以讲农民采了即个商业了后呢，啊，互苔仔食苔仔的动力，伊就应该是就会死去啊。啊，所以讲目前呢，咱无即个面积，人来种即个商业啦、桑树啦，所以讲即个产业就怎样呢？算讲长去啦，啊，尤其即个蚕丝被吼，阮这是算手工来扭的，啊，因为手工来扭是需要讲真人工，即个嘛是爱真出力爱出真济啦，啊，所以讲一寡即个阮目前呢是拢叫即个请即个一寡年岁较大的即个因为即个技术吼，即嘛应该。是愈来愈少少年人要去接，是，啊，蚕丝哈，我印象当中啦哈，每一个人伊伫个求学过程啊，他读小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起蚕丝、蚕宝宝。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用那个火柴盒啊，哈，就养那个蚕宝宝。啊，养蚕宝宝的时候哈，那个真的有时候过程就会很有成就感，因为养到蚕那个节俭嘛哈，哇，它节俭的时候就会好高兴哈。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讲。我们以前哈养蚕哈，啊是不是爱去买那个商业？哦，因为咱无可能咱出来再有进商业，然后我们要去买商业，啊买商业我印象内底就是讲，商业买等来说吼，你迄个洗好清气，啊洗你那个起头搭哈，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养蚕嘛哈。可是我觉得啊，蚕宝宝伫在树上，有人去洗那个商业。没有人去帮他洗那个商业，没有人帮他擦干呐。那他为什么这样子可以存活？没有，因为伊这就是讲他在户外哈，伊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哦，对。所以呢，等下到咱厝的时阵吼，就比较娇生惯养，伊就爱好好啊，伊就宠爱然后啊。那么所以，起码你咧卡多咱中干事讲的就是讲，起码养蚕就是说这个过程哈，很多的。可能不好克服啦哈啊，所以咱今嘛变成养蚕也变少了啊。这蚕丝被，因为蚕丝被伊需要的这个贵点哈，他要学会那个做蚕丝被，也要有一段很长的过程啊哈。那么所以几寡少年人他们可能就会断层，并且讲较无愿意入行这一个产业了哈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能需要用一点。这个什么方法哈，去鼓励这些青农他们进来哈，来做这个行业了哈。那么他说咱这是蚕丝被，哦，蚕丝被我知影伫咱会赢，这嘛是算讲伊的一个冠军的，那个经济价值真悬啦哈。那么咱伫迄个会赢遮，就是讲有咧做蚕丝被，即嘛目前的变成少啊。那么我们以后有什么发展不？当然是希望讲，
咱遮即摆有即个农机的农场嘛，希望讲咱嘛鼓励咱的农民吼，会使讲到即个咱的有机的农场遐去竞争这个商业有兴趣可以再重新把这个行业给拉进来，给拉进来这样子。咱都已经介绍咱的鹅啊，咱的蚕丝然后我们还有第三宝的是咱的黑豆黑豆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产物有足多人爱食黑豆，因为对咱的心血管有帮助那么这黑豆的产业，我给咱介绍一下好不好？黑豆一般分为那个外皮虽然都是黑色，但是有分青仁黑豆跟黄仁黑豆。对，那青仁的黑豆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的黑豆茶跟黑豆粉。那黄仁的话呢，阮就是讲来制作我们黑豆印油、黑豆印油，就是用黄仁的黑豆来制作的。因为阮农会推这个黑豆的相关产品为着要迎合咱所有消费者的各个年龄层啦所以讲阮嘛是有除了讲阮的印油，还有阮的黑豆茶，也有阮的黑豆乳、黑豆印丝、黑豆印龟这有两拢是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啦。那么三宝介绍了即嘛第四宝，它都咱讲迄个文旦啦文旦即嘛是咱会用即个第四宝啦甲咱介绍一个文旦一个好无？咱文旦即个除了讲它本身文旦咱就是做水果食嘛那它还有其他的副产品吗？文旦的副产品，因为阮当推广差不多10几档，15年左右啦尤其阮是注重这果品啦，就是文旦的水果这一类啦因为隔壁麻豆因已经发展对清朝开始就已经有这个麻豆的产业所以讲因发展遐规个麻豆区拢是种文旦较济嘛是咱台湾面积上介济一个所在所以讲因这个副产品，因麻豆遮就已经拢发展了真丰富所以讲因为阮隔壁乡镇尔阮今落即个比价销价这个产品所以讲阮就讲无愿意讲安尼做所以讲因的产品的已经。所以恁较敢若种文旦尔，食文旦应该讲阮那个产量无麻豆济，阮较少，阮生产都无够，无够。那么就是讲咱当然区公所为着要帮助咱遮的农民推广咱遮的农产品畜牧一寡这个产品那么办一寡活动嘛来帮咱的遮的农民来推广是不是嘛？请局长甲咱介绍一下咱每一档办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好不好？阮公所甲农会拢合作拢是逐年的10月阮办一个那个麻豆的办一个阮下营的那个产业文化节啦那就甲阮下营的拄仔讲的这细报做一个产业文化的行销啦那今年较特殊今年因为拄着疫情，无法度像较早一样拢食鹅肉大餐啦阮今年就是为了庆祝10月10号的那个国庆也配合我们安平的烟火所以我们今年特地推出了那个国庆的那个下营的一个鹅肉便当啦这鹅肉便当就好食，市场佫加码买就这那个鹅肉便当送给那个低收入户那这市场的爱心咱真正是就感佩迄天咱鹅肉那个产业文化节吸引就这民众乡亲来跟我们捧场啦那互阮的产业做一个行销，那真正就有意义的工作啦。那欢迎大家每年过来。那么他说咱有介绍就讲咱伫个各区有一寡比如讲咱一寡店咱去买到咱的鹅肉嘛那咱其他还有做者产品其实今嘛慢慢面对面买疫情的关系不要紧就卖今嘛拢用迄个网络我甲你栽培，有个人佫分大去到你遐买你若看咱就那食一顿饭，就分大出去食，就爱叫Uber来甲你送来所以今嘛人愈来实在是，
讲还是愈分大啊嘛，因为吼，即马社会吼真的是产业吼太发达了啦吼，因为你要甲你的产业做好吼，你就是爱这通路吼足方便的啦吼。那么你若要等人到你的店甲你买，人已经把人买掉，所以吼，咱的通路应该爱就方便的吼，咱的移民都方便。那么咱买咱的这产品的这通路，简单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是。阮农会哈，因除了有自己的超市，啊，嘛有会使和那个所有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各地用网络下单宅配，所以不用来下营，但是就可以用手机用网络就可以买到我们下营的特产。对，因为阮算讲咱专省的农会嘛足济啊，农协会嘛足济啊，就是农会也互相也可以啦。因为嘛是有超市啊吼，啊所以讲，伫阮的产品内底嘛是有足济农会拢甲阮铺货上去啦，所以讲专省的咱全台湾的即个消费者若是有介意阮的产品咯，啊嘛是会使讲到各地的农会啊协会，因若是有超市哦，也是拢会使来遐看有阮的产品无，也是讲阮农会的网站。啊嘛是做方便的，是。好多苦店讲全球下单嘛，所以吼，就是讲咱唔是台湾的咱买得到啊吼，你去到国外吼，不管你去美国还是去倒一国啊，有个人吼，可能就是因为求学关系啦，是工作的关系，他可能要出国去工作去读书哈，可是他会怀念家乡的味道哈，怀念家乡，能够妈妈的味道嘛哈。那么以从细汉食到大汉的物件，有时候在异乡哦，特别。会怀念，好，那么今麦做方便的，你的网络点一下，一段时间咱就收到啊哈，然后就可以买到我们下营家己的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农产品哈。那么其实今麦网络太方便了哈。来，今天感谢两位啦哈，最后咱固定给咱做一个结语好不好？做结尾哈，首先真的很感谢那个双子星跟圆圆哈，这个整个的服务团队哈，给我们今天下营这个机会哈，来推广我们下营的，介绍我们下营。那除了我们下营有下营拄啊讲到这四宝之外哈，咱下营还有上帝庙。上帝庙是就是阮下营民众的那个精神的一个寄托哈，还有阮那个5城公园哈，还有我们的自行车车道哈，我们下营是除了刚才讲的鹅肉以外，我们下营是阮台南的那个畜牧的重镇哈，不管是2支脚的、4支脚的，拢有哈，拢有饲，不止养鹅、养猪、养牛、养鸡、养鸭，所有的家禽类通通都有哈。那田园的风貌相当的吸引人，欢迎大家来下营游览，保证互你食较饱、耍较饱，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欢迎大家来下营。咱那称职的区长哈，跟介绍到家人啊这个详细啦哈，不然去遐佚佗的咱食物件哦，真的是一天下来大家都很快乐哈。那么今天感谢两位啦，感谢咱区长还有咱总干事来跟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咱下营这个新市法哦，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哦，咱台南乡亲友，我们下次见哦。